讲到这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火灾，到当时第5天，也因为这最后一位失踪的员工找到遗体时阵，是烧甲贵的碳化器，无都确认伊的 DNA。消防队员也是继续伫咧敲吹。这检察官下晡要登到现场，内政部长也要求讲，要赶紧启动灾害事故调查会。民用伫下晡也对外表示讲，会架构一到这信托口座，这条钱会用来赔偿一寡伤亡的员工，而且是全款全用。那这个王姓的消防警官是另外做赔偿。检察官下晡搁一届去火灾现场，警察若像甲电脑的主机搬走，内政部要求爱赶紧启动灾害事故的调查会。地检署嘛甲消防署，还有火场调查人员苏静甲李清。不过目前进度到倒位，官府讲伫侦查的阶段，不方便对外说明。他在申请建筑执照，在跟我们的主管单位，就是园区这边申请的时候，他就是用 C2， 也就是一般厂房来申请的时候，那老实说，我们就应该去问，厂商是不是有隐匿的责任。最后一个失联的员工有找到部分的遗体，不过因为火烧伤过严重，无法度确认 DNA。敲锤行动要持续咧进行，不过前一天有3个消防人员因为输着伤济一氧化碳，去予医生看。因环保协会协助家属申请扣押，以方民用脱产，不过说好法院驳回。目前我们环保局与律师及县府讨论后，续的抗告的事宜。县府这边能够帮忙提供的一些市政，我们也会来协助。这个民用工厂爆炸，伤亡真严重。经济部下令民用全部生产的基地拢爱停工。嘛，互民用董事长召开记者会宣布，已经甲上海银行签约，办理信托口座，准备5亿的费用来赔偿甲附属员工，会由律师做监察人，全款全用来兑现赔偿的诚意。 5亿元到底够不够用？我们也跟上海商银用一个开放性的，假设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再增加。因那民用表示，孙职的消防人员嘛会另外提报金额来付出，强调员工到年底进前，公司拢会负全薪，嘛会负照顾员工的责任。强调公司的业绩袂歹，嘛有保险，有信心会当付所有费用，嘛会配合调查。 而且伫公安消防设备改善好势了后，才会来讲复工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